后来过来有关美国的对顶关税，台湾目前是20%暂时性的关税。政府是不是会当争取到更较好的税率？产业界是真要紧。讲经济部长郭志辉，涨价机械、金属等等的业界咧做谈的时阵，有讲到，讲台湾是以投资4000亿的美金作为降税的条件，敢真正安尼哩？经济部今仔日回回讲，部长是以日本、韩国投资的规模作为案例，并不是已经提出到具体的承诺。是不赞成礼拜五的跟下礼拜二买吗？不要用这种话术，答案就是谈定之后该来就来。中亚协商双方拢起行行，为着行政院长邓英泰针对关税协议，敢有要起立法院专案报告，民进党团定调，要等最后的税率决定后才起。是讲会议进行到一半，主席黄国昌头我的做一走，主席都不想讲了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20%暂时性的税率上路进程，调研继续的沟通，严格协议条件细节由完红看白。今卖经济部长郭志辉红也了讲，伊伫产业闭门座谈会中提出投资美国4000亿的美金来作为关税谈判条件。4000亿美金，你是希望中华民国进入最高级，还是按民间？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去。这话一讲出来，就是引发着争议。经济部随出来解释，强调郭志辉是用日本甲韩国投资的案例来做举例，唔是政府已经有具体投资的承诺，或者是当咧进行相关的谈判。那你都已经4个让步我都收到口袋里面去了。那后面我当然只有要更多啊！赖清德总统的整个谈判团队是出了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今天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在立法院面对媒体还要持续的来澄清，那就代表行政部门的澄清的效果显然不够到位。台美关税协议引发着产业界焦虑，伫最后的税率显摆进程，相关部会神经线拢加静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